我个做工个。你对做了工啊？欢迎你人到底来这礼拜节目录掉人 YouTube 啦，欢迎我别 start 啊，别記第 start。OK， 這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咧就是有白日玲啦、阿頭鳥啦、加英國中加怪鼻酸大粒頭加葉茂清。我哋要講嘅話題咧，這禮拜就是臭紅臭寶啦。安怎嘅就是，阿人咪講紅，那是叫臭紅臭寶，特別你係 boyfriend girlfriend 會使。好。紅寶會使講，那是 boyfriend girlfriend 有人冇夠型呢？對，有啲阿仔講嚟，仔講就是仔講講嘅 inspire 嘛，人咪講隻話題咯，就是仔講定時講你目睭冇打聲嘛。後面順便講隻咧話題，一兩兩兩好紅好寶嘛。冇，唔是，我是伊講唔是目睭冇打聲，咪是目睭打聲，咪咪話講起嘅事。然後講嚇，你這 topic 其實講冇，我冇明白你目睭冇打聲嘅expression，安怎講咧？仔講。冇個 stem。目睭冇個 stem 係咩意思？目睭冇個 stem 啊，意思。你哋有晒啊？冇晒，我借啲，我要去煮牛奶啊！個 stem 是係咩？個 stem 是你是講半配 stem 是冇？對，叫配 stem 對。目睭冇個 stem。嗰是黏奶。嚇，係咩？數目睭俾個 stem 誒？壓出去外口咯。係咩事？我冇明。我個 stem 就是講，你冇個 stem means 你冇啥個冇一個咁樣嚇冇開白安尼啦，咁意思你個 stem 樣啊？哦，你實聽咩？你個 stem 你計痛。但係人講無個 stem 巴如看袂到，個 stem 咧巴如甲看會到，巴如甲知清楚。哦，你目睭個 stem 就是你未看清楚意思。我本冇明白，我 stem 叫個 stem 我冇明白本。你講開白我係知啦，成間咧冇人曬下，你俾開白你夾你冇別點嘢。目睭無夠正，會使阮講哦。意思對，我明白意思，我冇明白做咩事要講個 stem。係咪數你用配？是講安尼款嘅本是安款講嘅喎，目睭無夠正嘅嚟講，本是講目睭無過條 stem 啊，會經着伊安款嘅喎。哦，意思說的我。對啦，所以伊嘅意思是講目睭無夠正咯。我明白意思，我是要再講伊 origin 做咩事會講無講。嚇，係咪數半？係咪數？OK，安等陣啊，安尼款我就愛去 Google 吹者嚇。OK，讓慢慢講嚇。OK。有可能是你無個 step， 你個 step 嘅話，你嘅 message 嘅 topic 嚟講。It is a metaphor because 按住下個人細漢嘅時候，我人特別愛怪嘛，個 step 咪看袂到咯，無個 step。對，伊講唔是安尼，你古早細漢嘅時，你問咧有去 challenge 伊嘅，按住唔是安尼。accept 呀咯，對哦，伊講安尼就是安尼，細漢甲大漢，但是講做蝦米物件唔對啊，無用阿解做啊，伊就講就是啊，目睭無個 stem， 伊講安尼款。睭無個 stem。我明白意思啊，我是要講做咩事會講。啱數我是唔知，因為老人家咧無樣，咱要問住。我俾每位嘛，我看伊位嘛有捌聽過即句話無？話個 stem。阿 John， 我再講是係咪講咩意思？講按照咪講目睭無個 Scotch tape 是，咪講按照目睭無個物件，無個邊門咯是。按照咪講 stem 咧。按照咪 stem，因為是個 maybe 是個 stem。計寄出去咯，無個 stem 未寄出去。有可能。哦。你目睭未出，唔知。未看到咯，你個 stem 冇啊，無意思，你未 endorse because 你知有 stamp duty 哦 ，official document 有 stamp duty 嘅嘛。所以若是無個 stamp 你未 endorse 咩？無 official 去。是人講個 stamp 是一個。辦法人講硬功夫，你要講硬功夫嚟講。你捌聽過人講一句話，目睭無個 stem？ 我捌聽，我唔捌。冇，我唔捌聽過。我知道，真係
真久老人講嘅話啦。啊，我講個外物，我等我仔我講個外物看有捌聽過無？我嘛講過話一句話，哦，把招部講 stem 啦，佢講 stem 啦。哎呀，我係媽嗱，是我係媽講嘅你看下個話，我講嚇，你話你攞無了是無？阿龍，咱 stem 福建話 accepted 講 stem 咩？係咯是咯，一無講要票嘅嘛，要票啊，要票。要票。冇講 stem，即係上班人嘅老人會講冇講 stem。應該唔是嘅咧，應該有一個講法嘅，我就要去背者。對，應該有一個講法，因為 STEM 嘅歷史真長咧嘛，古早人家都有一個講法嘅。你哈咪數，你學經濟嘅話睇安尼名呢？有講無個 step 有哈咪期待呢？就是人講，你若是把招部講 stem，你去錯掉呢硬嚇，你本但係對你呢唔好，你本看袂到。啊 ，stamp 是 in 啊，阿龍，stamp，這個 dictionary 講 stamp 是 in。我 stem 冇上意思，佢哋是作。哦，你意思你是 verb 嚟嘅。啊，對，呢隻是 noun 哦，這個講 noun 個 verb。no 嚟。哦 ，in 咩使啦？你作 in 咪是叫做作 in。佢哋是作嚟啦，佢哋唔是。你講嘅唔是這個，你講是 postal stamp 啊。我講是 postage。啊。哦，這裡冇 postage 啊，這裡冇 any sophisticated 啊。你咪叫佢阿龍隨看啦。我哋如果出嚟嘅字典，我出嚟全部，一張搞嘅，後面有未有嘅？咱等所長掀起來時，咱每塊咪知哦。要票啊！口語啦，咱經常嚟是嚟口語。啊，要票，這裡講要票啊。要票是嘅。人講要票，人正人就是講要票。人講 stem 了。我有領悟啊。我爸人幫我講一句話。你爸講要票啦。哦。要票。特別如果冇講，你就成日啦，把住冇講要票，你可能講話住冇講。對。你個 expression 是 only 講冇講 stem 呀，有人講冇講。我住冇講要票。我冇啊，我冇人聽過冇講要票嘅啊。應該是不是雲南話事咯？我阿冇話啦，阿冇知啊。這個是福建，咱去看者，但係我到 internet 找嘅，伊會 transfer 等人嘅哈，看者哈。啊，係你到底對呀？大條人喺你 group 裏面咧，我記落去，哈，你看者，我寫轉貼啊，伊嘅意思是安怎？我未看到嘅喎。嚇，你未看到啊？你是 on iOS？我唔是喎。你到底你我看到了，是講係咪鹽係咪鬼？伊嘅意思是講，你有咩聲來？要康啊榮，我超過個 stem 都是叫到得落去 chat 去啊。我是係有人嘅，係你 group 係你 room 嘅位嘅喎。比我即係 topic 唔是咩波咩？伊講目睭無嗰條 stem 啊，咩波？福建話嘛。哎呀，即係鄧蘭子我比較塌啊。喂，有見啊！到底 hang out 去啊？對，到佢 hang out 位。that means 你是用。來，你塌啦，嗱。哦 ，OK， 我看到啦。我特別去 app 位。冇啊，冇看到。我看到which chat? You were in a this is January 14. Sorry， 我冇看到我到了咧。英國中。嚇？我看這個鬼。我知這 drumsticks。好，我看。嚇，這裡是叫另外齊來，叫另外齊來，叫另外齊。我唔知叫係咩啊？你按怎叫嘅啊 ？drumsticks。鄧人話，我唔知特別我福建人，安尼，我哋福建人叫做滑雞咯。
我記得我記得我會記了啊！特別我未曉煮啊，我唔捌食。煮鹹糊骨來啦。我無鹹糊嘅，我規厝無鹹糊嘅，我 cleaners 會輪到 durian 就夠了，我咪做好伊人走，我若是夾鹹糊入去我厝，伊人個食就走去了咯。會使煮個人啊，骨來大本係同麥多嘅本。哈，我看到啲嘅。南西有啊，你又我冇看到咯。南西有他對南西講啦，伊係咪？我看我開人 base 咯 ，OK， 我開人 base WhatsApp 好咯。你話 translate 好啦，我未曉讀啊。有 translate， 你啊 ，WhatsApp 好咯。係咪？哇，好咯。點啦？白照嗰眼睛貼到郵票就是。我愛傳色去福建話啦，都傳色嘅華語。我未曉啊，我唔是福建人，好無？原諒嘅。念條 stem 就是斜咩嘅意思。哦，那我在。後面 I want the origin 的，因為有啲安尼濟人啊，是講到斜咩人是無？八條。他們講對方就是一個 N 字，有 N， 對方，因為一個 N 字，人嘅一世人就是，我即表無解釋掉誒，即係拜，咁樣物件，咁樣冇解釋。失敗，我一定係嘛？來我抽抽我。來，講臭硬臭冇啦。係啦，講臭冇啦，咱咪講，咱把字，冇得學攏去做 research。即係就是無管是咩硬咩冇嘅嘢，就是無啦啦。即是叫我人講白米，你係咪我人咪啱錯？唔是，我是，迄個是伊講到一句話了，就我想到講，做咩事有人 stay 到啲 relationship，你講，嗰人再講伊啱咧炒咧派咧無好，無較濟阿 John 較濟是類嘅事啊 ，because 較濟是類嘅事 ，because 伊人頭先教英嘅是伊人 share 伊人嘅類呢，了伊嘅類若是想收起來，害人落人，伊人若是離開啊，離婚是幾好事咯？離婚啊，離婚。好啦，但是見仔係數哦，見仔係隨本有啦，特別人伊若是離婚啊，伊人無夠熱淚，一人無夠熱淚了。人講炒波，係做咩事？如果被你整晒紅包無好，咁你寫嚟，我一拎啲隻。你都幾知啊？我聽到。你這樣嘅有安尼吵落嘅聲誒，我係隻古來啲啊，是唔是？你望未見南西係看到，後面咪咁樣看到就你冚嘢。講看到咩聲？我人 before 愛講硬講波嘅時，唔是聲變了，聲愛換聲啫。換聲咧，其實講咗。換聲哋。你 publicly 未硬嘅未波嘅。我都咪講爽啦。南西都唔記得講咧。有啦，咪實見講未了，講咗明年講未了。咪講你啊，講啊。嘢講未了啊。誒，老實講啦，我哋硬波冇物件講嘅。我講你聽無咁半，嗰度講無咁半。我講你聽，內人啊假咯啊。朋友pun bogalo ka and a guy 上個angka bogalo， angka bogalo 是第一個了誒。但係因為是白上古啊嘛，朋友但係是咪一家搞了耍？你嘅朋友啊，那是你起行噶，你嘅朋友啊，那是作起行本啊，你第一慘嘅事你講我無教你好了，我咪講話教你咧，走了啦，所以就無事了啦，無事了，特別angka bo啊。別走啊！別走啊！別啦，嗰係困邊一個度啦。真係困邊哦！又去知啊，我講啊。你唔係南西，你唔係變聲咩？我係變聲，你冇講變聲。南西啊！你講咩係諗？即係會答佢嘅。特別講古早嘅人呢，阿波笑咩？等陣啊，等我飲隻出嚟先，等陣。咁呢隻咪嘅電話單嘛？嗱，我以 timer 嚟 timer，攏聽到。
聽到變聲啊！我成個 Mickey Mouse 我人係你咪換個了啊，咪叫林世啊，叫細南嗰時啊，毛毛菇來了，毛毛菇來了，聽到砧板嘅時候就知了，毛毛菇來了。毛毛菇都放晒哦，放咗，對，放咗你多講嘅啊。兩個，呢個 signature sound 是 flash 嚟啊，你聽到 flash 是 signature sound 嚟。啊，這禮拜咱變聲好咯，咱講啦，咪是無人知咯。哎呀，成個鬼呢！來，咱直接拍攝講，南西來講，我變聲咯。唔是南西咧，唔是南西咧。叫我名啦，要幫。梗係林拍拍啦。Stupid 啊！哎呀，南西你別講係咪？南西 tricky 啊，跟住嚟。我做 consultant 啊，咱去咩啦？我啲邊啊做 consultant 啊。嚇，唔係，聽到講，聽到講。冇，咱咪成日肯講啦。聽都冇用嘅。你肯講，冇人知嘛？這就會車笑笑，唔係會車啦。唔是話，我唔是你，是我請講又叫我請。我見咩你話漏咗啊？即係 topic 嘛，梗係叫咩？係咩？即係 topic。毛毛菇被講啊，毛毛菇被打喊你又被講啊。咪我在笑啦。什麼啊？我聲嘛冇用咯，叫伊名，話你冇名啦，未走了。啊！你聲就打落去啦，嗰個話聲。你聲就打落去。安尼我邊冇聲啊！這是這是你開車。咪菇電台啊不嗰個。你成日喺度卡拉 OK 啊？這是嗰個咧。聲背後多丁嘅Kereta api都冇sampai。啊，就這是我咪落車嘅人嗬，咁樣嚟啊，咁樣榴蓮咁樣嘅，佢嚟頭先落地估你咁樣㗎，每句正啊，係咪嘅？阿姨咁樣，正好啦，你白。冇啦，喺你試好話是上個 Dr. Tan。Please report to Annie. Dr. Tan, please report to Annie. 哎呀，我聽了我魔鬼唱啊，我喊邊啊！我驚啊！聽到你聲。好啦。啊，笑死我！估冇聽，你估冇喊邊啊？唔要緊啊，未記啊。哎呀，我冇識講。我聽你講泰國話咯。น้องกระดาษนี่ชาบรับเหลานะกับขับที่กับสาวร้อนกระดาษนี่ขับปานนอนขับปานนอนน้องผูก叫我啲表嚟聽你都講咗未啦？係咪啊？啲表泰國人嚟嘛，叫你聽條咩？呢個正是叫講潮話嚟啦。叫都聽緊啊！直頭。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นนี้แล้วว่า板子對出庫全部都有唔要我是這邊是俾個可能潮者可能正線一個人講 OK 冇人加多咁都冇人加8啦而家冇人你話俾住先我哋嘢冇啊即是講你白嘅炒硬炒波啦就唔是講你自己嘅樹嘛 OK 有人是炒硬炒波就唔是講炒了你就賣藥意思是炒坤啊那是係咪啦你剛剛起行業時都是人看你上是冇很啊特別你個嘢是就做特別有的人你有的是冇有的較嚴重的事成個講正評估臭味唔是這個炒你成個嚴重嘅成個伊拍硬拍伊波誒特別伊波個未離開嚇那看你那說會告訴你講
好啦，咱有限高数时候，你咪讲我有一个朋友咯。这里是家己来。我有真正一个人有诶款诶啊，派波啦，我有一个人，伊人来念好我，所以我知伊人甲了意思。我有一个老查某老 uncle 甲 auntie 啊，伊人真正老了。actually 伊红过身了，特别啊，伊红啊较细只，伊无真正大只。特摆啊，伊人诶隔壁人斗互我听，伊人教落诶时啊，伊诶无啊，呀伊我甲了掂起伊诶红啊，伊红特别走出去外边啊，走出去外边了，规呐汤甲了出来伊汤啊甲了啊。安尼 violent 嚟啊！哈，真正 violent 誒，特別伊人本幾那10年了，搞應該無離婚，伊人好似50年較加了，搞。我你別博我成啲好。特別有影小妹甲主向迄種吼，都無離婚嘅。博我係成啲好啊，但係人搞。哦。即特到迄種點無小妹吼，我捌過一間。有影唔捌小妹過迄度教員教甲蛇囝吼，我唔。哦，哈你是真正來咯了，哈你是真正來咯，伊人定就是 pervert 了，伊人定就是 pervert 來。了 suddenly 吼，迄大波小白傾去哦。哦。伊講因為伊無 spark 哦，伊講伊教一間因為無，伊垃圾無 spark 哦，就是。伊無數點即出數到大數啊！哦，是咯，唔捌小妹過喎，我講嚇，我紅波唔係小妹過嘅。嚇，紅波啊，那是無小妹啊，定掉啊，一人睇一人死了。是咯。有教嘅點先，你睇掉啲波抓，一人睇個一人死了嚇。迄種係未來未去，迄種嘅即係去普羅淡薄啦，特別有一個 study 我未記對到落啦。But in study 講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st of your wedding versus the rate of divorce. 你有查某聽無？你有查某？我無明白啊，講咩啊？講咩句我無明白。伊講Okay, let me repe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st of your wedding versus the rate of divorce. The probability lah, how high the probability of your. 看啦，南西你會夠。福建話啥咪？OK，福建話啦。福建講福建嘢，阿冇未曉。我都未曉。我解釋，伊就是講有一個 study 啊，因為我做一研究嚇，講有一個有關係甲你教英嘅價錢，嚇你教英開到一類嚇，離婚possible，你該離婚未？嚇，你該離婚未？你若是有貴你就離婚。啊，你三百幾啊，當日頭我問你，是唔是有貴咧？伊個 divorce rate wedding。If 你嘅教英嘅 cost 有貴咧。cost of divorce 較懸會真係有嘅哦，我食生喎，我係教員。好啦，你邊離婚咧？邊離婚咧？我食生嘅哦。我想，你網上面問講咩離婚啊？介意啦 ，baby。我夠做結論。哎呀，有女表見來看，你當日頭你講女教伊食生時，你按照你教英嘅時候。兩人啉白滾水，然後走去 Vegas 啊！你話走去 Vegas？我嗰啲這邊教英嘅是 number one， 我冇對去做 wedding ceremony。So 我和我 wife 冇 wedding ceremony 做嘅，所以 Malaysia completely 冇。然後我人教英嘅是我人攞 can，我阿某我係當我讀古早讀啲當我係當 mate 然後加即係 Malaysian 我能試你去 court house 加教英了教英對佢是啉滾水呢冇食酒你大粒頭你請你幫佢嚟講你是會使哦我教英幫佢對佢咧因為我哋有啲做緊啊人可能，這個就是只實際啦，實際。正解啦，人教英哦。
我會教教英冇英文未離婚嘅時候，你講嘅。係咪嘅？你講咩啫講？那咪那是講教英冇用你英文未離婚啊？冇啦，我愛請個立頭寶嚟講解。啲啦。而家咪請聯寶嚟講個意思。嚟講開會。特別 OK， 咱講到對，即炒炒寶。咱講我即係直接講嘛，即係你講就會講嘛，蘑菇長嘴。啊，蘑菇長嘴，蘑菇長嘴你講咩講？蘑菇長嘴，蘑菇錯頭講成。聽到阿龍係，聽到是阿妹阿龍咧，變咗後調阿龍，咧就是蘑菇就變咗長嘴蘑菇長嘴。假咯是愛有啦，絕對愛有啦，無就是無 healthy 嘅 relationship 啦。特別唔是講到愛硬嘅吹嘅，你是無法是拄到愛去㗎咯。冇啊，應該是喺香港，是有啲愛吹嘅。拄啊啦，因為。certain things是真係少數，咱會 let go 會放棄嘅。但係咱我家己都是宜蘭未熟都是愛去暗蘑菇暗蘑菇 OK， 咱 start the fire。我哋辣嘢杯。但係辣嘢啫，แล้ว熟咧閪啫，แล้ว阿妹咧可以食咧哇，嗱咱個在個在成疼嘅你看咧。make up sex 啊 ，make up。tapi 真係攞硬波時，未本好啊，愛扎塊好到對。愛真扎塊好到對，愛學一個大 cream 嘅，唔使小菇。迄個，若是講教人愛出較濟類，個是用較少類，我感覺這 research 較無咪準啦。這個 research 都是做到啲。這邊 Western country 美國嘅，so as far as whether it applicable 到啲 Asian 出邊我唔知啦。特別啊，人亞洲嘅人特別就別學阿摩人嘅啦，學即係美國人，伊人看㗎了，人嘅戲台戲㗎了嘛是，你看㗎了，伊嘅 rom-coms 㗎了，伊嘅查某㗎了，特別有伊嘅 perfect wedding 嘅啦 ，perfect dress，perfect wedding 㗎了係咪？所以人亞洲直接看呢款嘅戲，亞洲嘅人看呢款嘅戲都。咪是都被學了咯，咪被對人咯。這是啲好無好嘅一個係個 attitude 嚟咯。較濟啦，較濟查某，我無哦，我係在查凊彩嘅 wedding 了，我愛。或者特別啊，你哋要見是哪人愛。有大人教英嘅時，伊查某伊 usually 查某伊人愛出嚟啦，愛迄個啦，愛出嚟愛迄個啦。免啦，哎呀，愛知啦，愛去啦，舊年都有個嚟愛啦。笑，你冇我講聽啊，我等寫起來，咱講about wedding，wedding from hell，OK。哎呀，識講 pregnancy 啊，講。我最近比較即係戲叫 Bridezilla。哦 ，Bridezilla，對。Bridezilla，哎呀，我背白嘅膠，我背十字嘅白嘅膠。背起，我接嚟嘅紅膠燈嘅事，我背白蕉啦，係咯，我背係你講嘅花啦。啊，你是叫做教演還是做戲？好啦，做事啦。落嚟杯。OK，笑起來，咱係不只講，咱個就是講你仲未講你教嘢，就主要係我看到食咩物件，一食咩杯。你頭講咧設計未怪嘛是散都看伊冇冇呀零，伊頭講我要鹽咩個啊？你看，你講設計啦要鹽咩頭講？你只 cereal，爹哋啊3點半正嘅咗。呢是啲個哦。冇啦，啲新加坡嘅嘛，咁樣長時間。你覺得有3點半正嘅啊？我做工哦，你那做到工下當然。係啦。OK，咪見我背咯。哇，你 good luck。我背咯，明行到。Then 講個對長插我架路數講，你幾時感覺到只未打啊？我每人一問題，你人最把架路硬波架路，了感覺到
冇法啦，即係冇說啊離婚咧，即冇點樣想過呢？阿張我冇啱咗。你 boyfriend 咪使啦，你是想講你想講。你去架路條時，你只想講 ，OK，that's it，and OK，有啊，我啱嘅，我真係我啱嘅呗。OK，總個係查甫講嘅啦，答波你講嘅，答波是點了是要我是同跟那家老講嘅。他是一百波來見面嘅就係。哦，就是叫我老爸我媽下朋友嘅。就是講 about 教人嘅物件啦。然後 before that 我人小咩？一個 OK 啦，我冇跟男仔講過啦，伊叫我自閉。你咩潮嘅啦水哦？你叫你 boyfriend 叫啊？boyfriend 自閉。OK，我每個伊啲數量肯叫我，你講我冇啊，你不叫過我嘛？自閉呢款，是因為伊點做啊，做到我肚爛一個後，但係人哋咪講 what the fuck 係你走去嘛，但係出國話嘛，因為我是起行過嚟講嘅就係。我是雙雙講下。你就是雙雙叫你。意思叫你是 maybe it's a term of endearment， 意思講哎呦自閉，破鬼咁自閉啦。叫啊，一想叫，一叫講。自閉過來，哎呦，OK， 未使，你真係未使啦嗬，自閉過去，搞有隻物件喎 ，disrespectful，我講我 show 我頭先 emotion 嚟講，我講我冇暑假，你講伊未起啊，你而家講我自閉冇卡。要緊啦，你講嘅伊聽啦，唔會來你是困去嘅啦，我講啊，佢後時啊，你就一叫我一個月安尼款估就係哦，然後你講話一個硬叫，我講我好講，我講就係自閉啊，我講啊，我馬生就係哦，你見每啲白寶嘅人啊，得啦有人啊，伊就我叫人叫自閉嘅，你見每啲嘛，我講出阿媽話出來啊就話就係，而我起哄先嘅，唔伊成個我起哄哦。哦，你伊講咪就起哄嘅，伊理由係咩咧？伊講，就是講你呢嘛。哦，你計伊就講，唔到我叫你蘭州都過來啊。嚇！伊就是我傾白，我未接受。我講，這是 respect 嘛，對。如果你這是愛我來講，你是教我來講啦，嗬。我頭一句我講你講，我冇暑假，我想買嘢。你特別 respect 啊嘛，對，你唔是伊啊嘛。你應該是講個一個月落去哦。有，按照我講過。過後是因為伊陪我過來，就是講嘛就係，就是愛講 about wedding 嘅物件。然後我看到伊，我頭對伊買面整個，就是頭倒出來啦，跟伊問講，你有人肯叫我啊咩物件？你一起哄就，伊講我無可以變啊，對爸爸面整肯。講你啦，我講嘅物件啦，然後我講我攰嚟先，就是看到講，我阿到嘅好似 family 嚟講哦，我只是特節啊，是破家對厝嘅人嚟。Oh my god！你 epiphany，你看到這物件，你就我講嘅，我條 stem，你把蕉嗰條 stem，嗰條 stem 啊，呢，嗰條 stem 啊，把蕉條 stem，冇。這物件有問題 ，OK？因為佢後來是嘅，我看到伊嘛吼是，他拍驚講，驚啲數量你看講話啊，物件，你驚到邊講話講，都 promise 啊嘛，都無講啊嘛，對所以硬是愛講出來款物件，佢無好我面啊物件，佢後一巴都嘅，扯起來佢後計驚講驚。
驚我人行出去買亂。一行走。幾歲人喎？我要幾歲人喎？幾歲人？係我一歲呢。有冇 in the 20啊？哦。啊，佢有時候就是快就100落去哦。你看他。我買夠嘅呢。我就是站 break 咯，壓起來。stop。應該少 handbrake，應該。handbrake 啊！我感覺你 rasa 掉嘅這個感覺係是真深嘅，你冇想講唔知 A 是唔知 B， 你知個真正清楚嘅是唔是？你100看。我講啊，這是咪講我目睭搞啲點解上面啊 ？OK 啊，是講是我心好過頭嘅是安怎啦？一個我只叫大波哦，我介白白見死啊！後我看到伊嘅脾氣啊，而我人我介伊白白過後一個禮拜然後伊就搞小妹我知哦。你知安怎搞小妹哦？就嘛講關係伊講7點幾嘛問伊講你食未？伊無應我知哦。然後我 repeat 第2擺、第3擺，伊過來應我，你在頭一句講咩？你不要看時間咩？我啲時間咩？唔知我嚟食咩？因為應我知哦。但係是冇 respect 啦，這。夠啦。然後你聽過後哦，你這些時間就講，笑嘅啊！然後咪是起哄，咪是走咯。你聽過後，你做咩嘅？伊拍家己有咗喲。Oh my god！ 伊拍家己有咗，伊就是也去提供個什麼叫開頭啫。哎呀，要病，要學病咧。伊冇好啲啊，但是伊成日一隻 abusive 啊。我講對數你開咗家己有咩物件？伊講啊，你起哄啦。Wow, you dodge a bullet there, man. Yeah. Actually, you dodge a bullet. That's you really dodge a bullet, man. But from what I experienced,伊人會爆炸嘅啫，伊人是袂接受stress 啦。太過 extreme 啊！伊袂啫，伊人有爆炸過一擺啊！我唔知啊，伊肯甲我講我知哦。我袂使刺激伊，我特別尿伊就喲。so 是。我特別亂伊就，我亂伊。我甲一條大包皮尿啊，加到8年啊。哇！就是也 break 起來啊。你 rasa 講，你當緊 free 啊，是你 rasa 你變做成個 almost more than God caretaker 過你是伊嘅 lover。你成日講，你特下物件，你要照條做，because 你驚講伊講一個做一個，還是做伊起行，做伊無。就是安尼款嘅啫。但是 actually 安尼款嘅 relationship 只普通爾嘅，一個人有安尼款 relationship 嘅。就是一個我想到，我看到講，慘喎，我咪個再來嘅一擺安尼款啊。所以當然只設置。所以講咧。袂使成嘅，成過頭就是白起頭放曬。咁就 start 我的 food， 咁就 start the food 先。我是 rasa，伊個大波朋友嘅款式，這是無正，I mean 伊個頭腦無。伊想is either 伊有特別有 take anger management 嘅 class or something 嚟㗎。阿 John，你叫這個來阿玲講這個書，伊會聽到未？係啦，係我嗰兩條睇啊。嚇！你做你係咪阿玲做可以嚟對啊？是係咪啊？有。無啊！伊當佢伊較好嘢。伊有聽到我這個，伊有聽這個今日我見 broadcast 哦。伊無聽。然後你朋友，有啲阿 John 改變聲。然後你朋友呢？你朋友那是八一嘅嘛？咪講我聽嘛。伊知啊喂。我解講過啊喂。OK。得條魚啊！open 條魚。你知我安怎解分手哦？真 sorry。
我個再來背叛你，就是 betray 伊嘅一擺，就是去吹爆你打波。好嘢，好嘢，好啦，好啦，呢個嘅係家己啊嘛。啊，對，呢家己係家己。唔係我吹掉講，即地線你係一條南西本仔個仔本啊，嗰個 extreme 啊。哎呦！我 relationship 嗰陣時會使寫故事啊，會使 happy 啊。哦。Oh my 我 god！ 講就是新加坡人啊，一個打包啊，地線啊。你成日講啊，你夾講啊，你唔係話 mute 掉，咁我覺得 edit 我自己講。你講啊，你講啊，有人啊，你下個禮拜9日你要仔哦。呀！我12月18號啊，我出嘢小英出來，我去 stock 嗰兩物件，去學嗰兩物件。Oh my god！ 你知我過來再講我是100%仔哦。哦，哇！我個講哦，我學到伊小英哦，我真係爆炸。唔知安怎啊，南面嘅病哦，我真係有啊病啊，你知迄時係咪小英哦？報咗係小英嚟啊。哦。然後我首先我講啊，你做下你物件，你頂幾禮拜嘅時候，我個再去學嗰兩物件出來啊。12月18號嘅時候，我甲伊分手嘛，我就迄小英嘛，1月7號伊甲迄查某哦 ，ROM 要知哦。ROM 哇塞 ，Register of Marriage。哦 ，OK。伊甲迄查某1月7號啊 ，ROM 啊。然後1月13號，伊老爸 insist 這個 case 啊，伊老爸來甲我講 sorry 嘅。哦。Oh my god! What a rat bag！ 即係伊老爸甲我講物件 ，if 你是屬甲我囝來講，你都特別 bless 伊。我甲伊講，安哥安怎去 bless 你囝？你互我個了 stress， 你互我個了物件，真正濟咗就，我特別濟人愛接受個了物件咗就哦。我甲伊講，我玫瑰你驚了誒，你是 serious， 還是你是來 blame？ 你驚答應，你知影迄時啊，甲未學出來迄小英嘅時啊，before 17號，還是16號啊，12月嘅時啊，伊驚甲我講物件，伊要來見我爸母，我知哦，真正是。我甲伊講啊，伊話你真是真正，你來見我爸母來講啊，我講啊，我真是講。我甲了物件起來了，我互迄查某知了誒。我無管你這，我手甲你變大誒。但是變我比較少知哦。我一領啊，你當今特別別使 boyfriend 佢一陣 cool。呀，但是我剛才就講我想呀。No。我去我就1月7號ROM， 一個表緊咯，3月18號啊，19啊，到巴黎位。18巴黎會搞啦。就是禮拜8啦啊。哦，你路去哦。哎呦，冇欠壓到。誒，你知我去學嘅物件哦，阿 John。伊迄時啊，12月。Christmas 嘅時啊，伊 before Christmas 嘅時，伊走來伊來找我。阿妹時伊就甲我講，我物件要甲你講。我爸講風險哦，要去台灣個了，規家口個了去台灣哦。我講嚇，安尼sudden啊！我講你人訂機票啊，咩物件？我講了 Christmas 安怎過？唔是愛攞人白白過咩物件？伊講真啊 sorry， 因為伊嘛有，伊講伊嘛有破病物件嘛。哦。了所以伊講伊爸講愛規家口過去咗就哦。我開始甲來去，甲了物件，伊第甲了起來。OK， 我明白。了就是我就迄小英出來，迄張小英，我講伊真正夠嗨啊！Facebook 伊 block 我 ，Instagram 伊家己看起來，伊已經是 brainwash 迄個查某啊！
物件 privacy 冚起來個了解哦。特別即個查某咧，伊到這 blog 位內面寫伊個了係 diary 有在哦。你知我看到遐物件啊？伊甲迄查某已經買 condo 到2015年嘅時啊，迄時我甲伊伯伯嘅時啊，伊已經是買 condo 啊，知哦。甲迄我伯伯買咗時候，我甲伊講，我就掂到伊爸面前，互伊爸講，你已經做出來遐物件，伊甲來對我來做咩？伊對就愛撩我入來。伊講我知，我驚真正物件真。我知我嘅 boy 啊，真無 mature 啥，真亂嘅款，真無真亂嘅冇 mature 安尼款，個 independence 啥物件，講係說對於就伊 boy 就，我說因嘅爸講就起哄啊就，我講 uncle，蝦米 boy，大漢，伊個 man 啊，伊是大波啊，伊30歲人啊就喲。伊再丟唔丟？我問你看無呀玲，你甲伊一間伊你講多75年是度行，你迄時多75年，迄時我人甲過 probation 嗰陣，是 try 看講成做朋友了解對方性嗰陣。特別迄時已經外口已經夠別個查某有買厝啊。對，就是遐解個在個加今年買你個今年你個在。對，因為迄時我做工我真 stress，我咪去，我迄時已經是知到一個查某了誒。哦，你有sign咧，你看到特別，你。I mean six sense 啊，查某 six sense，迄時我看到迄小英嘅時啊，真正無對片啊，我嘛是，我已經是。家己出來啊！我甲伊講我賣，你 platform 無用我已經出來啊！我賣啊！第伊甲我講 OK， 我會做好事後，你話咩？我 promise 你，我咪看 OK。知你知有呢？啊？伊知你知這查某？就是我問伊，這個查某是一個人嚟，伊講朋友呢，是朋友嚟。伊係甲我講我知哦。我佢後嘅時候講就講，煞，伊教因，你知伊家家喺度喺面前，伊講伊家己是 coward， 你知啊？一條大波，你教我講話，講就講，唔是大波嚟啊！噔。佢後時候，我個仔講我發生咩代志，我個愛。已經學人出來，就是愛學我 revenge 啊！我教我哥講，買去做不行嘅物件，我已經上一次講，伊會去投資是他媽呢？伊會去投資，都唔是搭波啦，耍啦，對無？對，一卡打上去。伊投資，因為投資都唔是搭波。我講聽，我一朋友本上你甲我講，我同佢我正正對其實我甲我小咪講是撞啊嚇，特別這是這搭波加搭波嘅一個 couple 啦，伊真好啊嗬，一站咩是特別，伊講特別我朋友就賤啦，我朋友就搞就巧，伊本上你來看到，伊去後尾我看個好處講我聽事啊，我成日講 Oh my God， 你成日是你。你叫咩嚇？你 investigator 呢就，一就我看，但你看一小英啊，你看一小英幾點就要到知道他們 check in 到位。你跑去這裡叫這搭波嘅小英就正啦，特別你冇看到伊嚇，特別你看伊行後尾照掉下面物件。哇老！伊 reflection 照掉下面物件。啊，這是一上回來，你看伊 check in 嘅 time 上到知道位。我覺得哇，你厲害！你一時神拜，伊家家走去啊！伊話比如真厲害啦！伊走去 airport 伊這是安怎？伊個另外一間，他一間唔知成10年啊，另外，特別伊捌到我朋友嘅時候，伊無解講，伊這個10年咧 relationship，伊唔知伊上一是 single 嘅。
แล้วอีตัวมันสิไก start จะ relationship 咯，你看咯，แล้ว是ตัว搬出來 from 伊個厝咯就，去大家我朋友嘅 condo 咯就，我朋友同居，伊唔是同居啦，我朋友無大這邊，我朋友只是給伊大外國本有生意係咪物件，所以走嚟走去，即係伊大嗰邊嘅時，邊個但邊個一間厝伊就可以大咯。因為大咧是把你個仔講，伊個乃是伊搬出來，唔是搬出來伊厝人嘅厝上是伊家己牽另外一牽嘅部分10年咧厝來啊。你上擺伊花車，伊上擺去 check 伊咩啊 ？check 伊 business 嘅title，加伊嘅車嘅 title，去 check 看，最咧是去找迄人啊，唔會嘅 trace 掉迄啲人咋。伊後尾是刷起咯，無法咧，伊個伊頭先是到底倒落啊？伊頭飛機條誒，伊講伊講伊唔知要去倒落，唔知去倒落 travel 倒落啦，然後做工 business 上面，然後伊講伊就去查，還是伊唔知，還是伊嘅馬路白條一間無非伊唔知講伊知伊係10年嘅朋友嘛，所以伊就特別我朋友就用伊車，但都係咪去找到伊名咧，就知伊就 track 人攞人嘅 Facebook 嗰就。看伊小影是正相位嘅，就知嗰人攞人做隻咯，一直頭看伊車去到啲 airport 嚟等伊。不，伊講到 airport 對嚟是俾我去載，伊講咩，我家己坐車對嚟誒，我講做咩事我厝到車，所以唔係我去載，咧伊到啲 airport 嚟等伊，看伊攞人行出來。要去拜哦，答伊拜哦。伊講伊 actually 伊有去教伊嘅。你10年咧講咯，都係只間10年，甲伊做一下咧人嗬，伊本無 attack，伊唔是 attack，伊是講我未學你知，但是講你唔知嚟講啦，我未學你知講伊外口個有嚟催我，特別你已經10年當有儲備係咪物件，於是我未學你知。伊講伊頭是咪去干涉伊嘅，特別伊 feel 到伊想有責任，特別去甲伊講咯，所以甲伊講咧，伊本知伊嘅係你本知係是講伊成啊。一邊目睭開，一邊目睭冚嘅款。看拖乜？什麼？冇唔是 waitress， 是另外攞餅攞隻轉。特別所以特別我想起來，咱幫咱家己嘅身軀到底係個人嘅身軀。特別我想到個，你細路真正愛係個女翁還是女婆？特別你知道伊外口去找人啊啦，然後伊講。OK， 我知你知啊，特別你使慣用，我啷會幫你刷？未，我幫你刷。未。I think 你咱講過嘅時候咩啊？你，咱有講過淡薄關係咧，安尼看你咪見咯，看你。是，伊有錢啊，有類，伊是 billionaire， 安尼看我講事實嘛。唔使，你寫會話個。你看我做咩？我家分一半嘅會，一半無互我咯，我垃圾一半咪互我咯。你會使 apply 嘛？即係lawyer 我係使 apply，特別嗬，伊哋 normally 抽大波是無半互你嘅，伊根本叫你咧，無插你嘅，因為一半一半嘅會互你哦。能使啊？你使因為本英文嚟咧。能使啊？你使新加坡安怎樣？伊發啥對我呢款 case 啊？你使新加坡查某安怎做？假如摕100,000嘅，就攞廿 cash 呢咯，廿 cash 分手費啊，分手費啊，買三人費，直頭分手費咗。一就假如廿頭去 travel，就是廿100,000就對啊，無關路誒。係就是隔了講出隔了。就是你名下哦，就是放去在新加坡一個 blog 啊，叫 Storm 啊，放去。來，有人18號去巴黎哦，行。我甲你一人一半。阿 John，而家是$10咯，甲人一人一半。我實在講，伊就是為做巴黎 wedding 嘅物件是貴個啫喲。巴黎我識。你看你未做你國家嘅事咩？做你幾行咩？無啊，我甲你講哦，即個查某本問題本你知哦。哦。即個查某是查到 MEL 嘅知哦。我甲你講，我安怎去？即個查某物件甲了出來哦。
Facebook、Instagram 個了，我個了，我嘅朋友嘅10個朋友個了，我出來個了，我出來。事實咯，這個查某哦，伊是早就熟個我 ex-boyfriend 嘅。特別咧，還是我 ex-boyfriend 伊個伊嘅 ex-girlfriend 個爸爸個啊，真亂啊！一個講一個，講又亂到要死哦。邏輯，特別好聊，我就正嘅。呢叫查 ，OK， 這叫查某吼，過後咧，伊迄叫 group 嘅 friend，有叫查某，就是我 ex-boyfriend 嘅朋友，去靠伊咗。然後靠伊時吼，過後我 ex-boyfriend，伊嘅 ex-girlfriend 就是該對嘛。然後伊嘛就激死乜物件啦。這叫查某就走去 encourage 伊咗。是這叫查某一個人了咗啊。是你阿未 start 過啦，還是嘅？個未 start 過誒。然後這個查某伊家己有 boyfriend 啊，就是伊 boyfriend 就是我 ex-boyfriend 嘅朋友嚟勢哦。我講，這物件是特別是兩個人做，唔是一個查某白白去做，一個查某去做嘅勢哦。安尼講，這個查某伊有愛目的嚇。阿 John， 你特別話一個 hierarchy 咗。我等你話啲扎多。啊，你話扎多 hierarchy 嚟試啊，係咪啊？你係真係嘅，真係你會記啲嘅。你一個係啊，這個查某啊，到家伊 boyfriend 啊，就是我 ex-boyfriend 嘅朋友啊，伴手啊，過後一兩人白白咯。你 ex 有女啊？特別 OK， 講到嚟啊，是這個查某有女呢。我講到了跑步 understand 呢8情是分手 friend 是 legal 嘅，還是什麼嚟？私下會使嘢，所以是 OK， 你係一個成個 separation 嘅 fee 呢？因為 start 呢 divorce 定報費。對 separate。離婚呀喂，離婚呀啦。阿張在灣做嘢嘅東西。我可以教人。要做客戶，我 accept， 我可以。就是我愛伊自己人做袂起大波，就是講我叫我哥，因為伊是 regional manager 嘅人嘛。然後我教我哥講，如有辦蝦米朋友，頭也嘅名寫，也嘅小英搬出去，不可以成立做就對啊。次次人靠迄查某就對啊。我就是愛help伊做安尼款嘅。哇！噔噔噔！做大波。喲，你看咩個走回去耍啦？你可能人了你，我計驚。除白嘅咧，除白傾較好嘅。係啦，明起查白驚成日自己做自己先，自己做你冇嘢拎，了小姐啊，是個安尼人個了你正線。冇，唔是咩啱正線啊？是我哥協我去做呢，做了，伊把下面人咧。你教我 send 出去，你教我 split 出去，就是伊 resume 就8本好，我個了變2個了。我問的最白啊，另啊，或者只係 resume 2啊，伊名佢都冇嘢咧嘛。係啦，屌！你buang negara，你buang咧，buang negara。你是閒時人叫你嘅，是唔是？講你就係，你講嘅時enjoy嘅時，你講關係enjoy嘅buang咧。無一個，你知即個大波嗬，一隻叫我起哄嗰陣，我甲我講啊，但是伊互我叫伊個小英出來時啊，伊拗啊，伊都喺面前拗嘅。拗波係，咁所以拗嘅時候，拗嘅時候，咁好事。我哋係做咩冇啦？小英拗。我面嚇。拗。拖啊，拗咩？拖啊。拗。驚掉！一隻就面啦，驚拗啦，驚個拗。驚個拗啊！就講我頭一擺看到阿海大波，你介唔介承認啊？或者跟機啫喎。就是講啊，你做咩大波？就是我講啊，
我就是买好了一世人做大包，我好了一世人小白脸就对啊，好这查某就对啊。哦，有可能伊下邊嚟世界。免好了生理做，就是你一世人靠一個查某夠啊。你下條話你講到咪做大波，使你俾家嚟做交易。我個一個，OK，你考到就是你考到啲官職官嚟講，官職官我就淨係講官職官來喂，然後就水天水是毛毛菇啊，毛毛菇哦，你話你真係水，你係咪唔敢水棒椒泡果皮？哎呀，頓格咪亂唔見，頓格咪是水。登夾咪是最驚嘅，官職官都湯咪官職官。冇，OK，我講隻先，我講佢哋，我講，半超去啦嚇，半超嘅去，我俾你整，我係廚一間半得一間半超，แล้วอีจิต頭開嘅，我係3000塊。啊超啊！我唔知超啊！我唔知我嗰個女，我唔知，但是我頭一擺聽到喺我面頭前，我看半條拍出去嘅，伊一頭加我廚一間講啦，講來重點俾到這啦，3000塊好啊 cash。呀！你知喎，這數字是我第一杜蘭嘅。你冇可以 cash 咗就，你去買一隻我都唔可以，哇！杜蘭啊！我嗲掉死啊！做咩加曬零錢？做咩做咩冇？做咩做 cash 嘅好佢冇得買誒？應該我驗掉 cash 了嘛。哦，你有 credit card 啊？哦，冇得買，你一頂3000嘅買掉咩？EXY 啊！你幾扯淡波嘛？5兩嘢啦！哇！你 AI 貓新王啊！好似所from there 我梗係就係講原來有半超去嘅，我就係講有出嚟嘅。啊，到了講到講咩？我每路人看啊，路人到啲 Malaysia 啦。路人有 such thing as a prenuptial agreement, postnuptial agreement 冇到啲 Malaysia。係咪嘅？有啊。上個會教英嘅時，你搬病你講結婚安怎那是你離婚嘅時，你結婚是無參加我嘅，成日講。我老實有女人結婚做啦。冇結婚喎。佢這是有女人做。有人做嘅啦，即係。你哎呀，你說有人做嘅呢？有女人。有女人。冇人做。Assume Western countries 有啦，但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Malaysia 都有嘅。哦，即是官職官我嚟聽。是 self protect。嚇對，官職官嚟講，你告訴。我告訴佢。你話咪告訴 share 我聽。我有一個朋友。我一個朋友啊！你咪話聽啊！哇，開車都計開頭。哎呦，開車都計你年咯。你大路啊！我再做玩家己編。特別即刻落晒啦。等陣教佢車嘅時候，唔好教佢車講啊，我隻朋友。哦，特別人唔知你官職官是裝嘛，所以。我uncle 我嘅人仔，可是我冇講平話。哦 ，OK， 嚟講，你使講嘅。嚟，有冇 edit 啦嚇 ？OK。edit。唔係 edit，我半段 edit，我呢度會使講。係咪 YouTube 就被 edit？係啦 ，YouTube 被 edit。哦，我唔知。我兩個嚟 edit 嗰啲嘛。冇，未看到你面啦，特別聽到你聲。OK。講。Alright then。哇，because 啲事情再講 ，because it's quite private。你咪是講冇人聽。你咪是講別人咯，你朋友咯，你朋友啊，唔是女人嚟哦，大哥啦，唔是官職官，大哥啊，嚇 ，OK。啊，你係 common friend。啊，對，我們在啊，只看啦，嚇，咪做大哥啦。
你知我知好了。OK。伊是 in the middle of marriage 時，伊叫簽，買一間厝幾 million，伊學 10% deposit 了。伊講啊，是講你無簽來講，嗰間厝嘅 settlement 我無去學。哦，簽啊未？簽啊未？哦，是 divorce 啊。Financial agreement。哦 ，financial agreement 就是成日同埋你講係 prenuptial 嚟啊。對，it's very similar。Yep。OK。So 無簽，買簽 because 但係 friend advice 講你，我係簽錄見啊。伊下就是 offer 8,000 cash。叫你簽，I mean 叫你跟第個簽，叫第個簽。對，伊叫伊無簽冇去實際處。然後買簽就買簽 because I don't see the point because 你假你簽落去，你本係 against 你 in the pressure and the stress way 你去簽。So 是唔是啊？冇去簽，一大家去拍破電視機拍破電腦，面就肯拍破。It's very scary. It's very violent. So 唔係去做間其實。等陣我未看，我未睇看。即個第個家伊個翁是落股咧，伊家被簽即個 agreement。舊年有幾年啊？04年舊年，11年簽，幾年7年。7年夠啦，所以唔是只塔米阿未夠，應是就叫你簽。I mean 叫第個簽。亂，你是第嗰個啦 ，OK， 所以這是過一半條嘅時間，會第嗰條。這個 prenuptial 應該是 before ROM 特別你，我知特別你愛嚟講，that's why 條逼第嗰簽就是因為你 in the middle 時你會會使簽到仲你是成啊，你其實會使簽嘅 because in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a law。then both party both party agree 嘛嚇，對，特別一個 party 冇 agree，大家冇 agree 了，安怎了伊度釋手，或者拍面嘅。起醒地咯，起醒地啊，看埋咪亂嘅地就好了嘅咯。所以未亂嘅簽咪哋簽咯。買簽嚟講，幾8,000 forfeit 掉啊。This settlement 係件做真係低啊。So because we get a very good price for the property, so 如果講 short settlement 嚟講，你唔買係咯。Because during that，如果想攞 settlement 嚟講，如果係咪 have a hiccup。So the owner desperate for money， 然後我快 settlement， so 快 peaceful 嘛，兩個要數啊嘛。So those two whole and it's 4 week settlement， and also 真係 get stress in the way， 冇時候就講the owner will accept the price because from the price the owner want is about 10 to 15% discount。So 咁就講橋掉啦。So the time。你一禮拜幾熬啊？冇辦法，買簽嚟講，但係講6,800佢熬，介意 auntie 講冇，你感覺你話想，我6,800你個簽咯，我是唔是講，但係是唔知我6,800我嚟訂哦 ，so 你是講伊叫大家講，你若是買簽佢你咪冇個了去，你厝唔是，property 伊厝嘅 forfeit 掉伊 deposit， OK 啦，你係6,800，意思甲大家講，你若是無簽嚟講，你 forfeit 掉伊 deposit 去，但是你簽嚟講咧，我學大家6,800。我去寫的係一間厝。OK。All right, that's regardless. So 伊甲auntie講啊，伊auntie講你地少愛每一個 roof，because 伊唔是一間厝嘅，你我知 ，because 佢了伊話我 financial。即是伊auntie啊，還是你auntie？伊家己親戚auntie，伊買小買。伊嘛講 ，because 有見來，你係一個冚頭遐。Because 你嘅 money 會 develop，but property always go up。你6,800你買別條厝，你 deposit 嚟講，你做好 installment， 你個間就去做間。所以佢就是無法 ，OK， 簽咯。Because 係講傾一下，講屬於係咯，講就係你話借，所以講即係買簽嚟講，更嘅嚟講，伊本件啊 ，because 伊係考慮嘅嘛。So 你後伊對了去老爺關，伊別使去嘅。伊個老爺講 because 一年冇 contribute in this family，so 你一年別使掠。That is not true at all.
伊講第個啦，伊講第個無 contribute anything in the family。當 Australia 嘅 law，Australia 嘅 law 那是講有分開離婚嚟講，攏是唔是一半一半？是安怎攞安怎分嘅？根據我嘅 orthopedic surgeon 講嘅，因為當 Australia 咧，真係對大婆真係無公平。伊係，是講伊冇起小啦，無是佢啱啊，一半還是保險啦。哦，所以點解咧？我另外一半保險啊，即是我嘅 orthopedic surgeon，嘅 friend 同我 complain，伊講 that's why 會查某啦 ，especially 阿嬷啦，伊去找真係最 top 嘅 lawyer，because 每啊啦，你可能300塊 consultation fees 嘛，然後伊 lawyer advice 我，伊啱未找上你可能 lawyer 啦，未使上一個，係一公司嘅 lawyer，係你公司會使 top range，所以伊 advice 真係好啦，真係啱嘅，所以啱可能去找 second tier 嘅。哦，伊講這世界伊起來係真係做嘅。哦，哇！所以咁佢冇公平。你阿妹人這是好嘅人就講啊。Alright，阿妹先咪簽咯。簽啊，然後接落來是要離婚嘅嘛。Because 伊 threaten 講佢，我哋家是讀 private school 嘅，真係貴。即係貴50千啊，不如錢。如果阿是講啦，你離佢啦，你唔好睇去讀 public school。So是講 actually 喺讀 public school is not a big deal，but 你是唔是講你出了見他，你學後貴下一兩嘅類，會 become 死掉，還是講唔知啱啱離掉 ，because 一樣嘅 partner，maybe 講係離婚嘅搬掉。So today 你係樣 education is their will，that's what I always think。所以我講按照本好，唔要緊亂，because 等你講是學嘅嘛。So live in the same roof, no communication. Up to today is 2 years already. 哦，這個成多相處啊？多相處 ，because 等行落去10個分鐘了。哦。然後簽未下你 financial agreement 是多破地處。哦，冇相處。所以我呢時冇相處嘅。哦。咪攞多條時下你講下你財政咁買學類處。了。Alright， 依多啦，依多以前嘅多。但係當今咧，當今有都divorce 了啊，未 process。冇簽咗，啊未簽咗 ，soon not going to be long。Yeah， so that's why that's why 大人看到哇，多係處話好似啊 ，it's not the story，it isn't。你好嘅車 because 你最近啊 is for security reason，it's a tax deductible item。because the car is a business expense。有人愛飲水。多處擺了地好嘅車無換，佢換一道呢。幾百千以上，有人真係愛飲水。你幾棟呢？一個叫，真係無人未 understand 嘅 mentality， 無人明白。所以有細項啊，細項物件啊，會講啊多細項。啊，你幾百千8條 garage 無換嘅 ，every year depreciate 啊，冇講嘅。It's a kind of like。Anyway, everyone got different enjoyment. I agree with that because we learn sukas. But most of the guys like smoker. It's very normal. So, but he responsible for kids anyway. So far, so good. He go so hard to see some agreement and see that they're getting apartments. Anyway, apartments also go up in price, but it's not the right ratio what he has and what she got. Ratio 什麼意思？你是講冇咪達啦，就唔是一半一半咯。哦，一 percentage。真係 bit different。一半是 according to what？他們意思一半冇明白 ratio 什麼？我 totally will 解釋講，你有1 million 啊，我有900千啊，我哋計起碼 1.5 咯，鋪咯。你我哋肯搬到700個咯，所以大波咪是你600個錢出嚟 to top up 要900千。對。就講是安尼啦 ，by law。But because sign a financial agreement might not be the case. I see. But during the marriage, we consult with lawyer. Lawyer 講 that contract is void. 哦，你做咩是 contract void 咧？ void. Because it threaten 你會簽嘅，然後一對了去 lawyer 關。Because even 無關你 divorce financial agreement，但係就係揾我哋去 separate lawyer，未使白白去。哦 ，I see because 唔係講做one party 逼掉你簽嘅數 ，which is the case 嘛對。
但嗰個 case 可能。對。So in the way I fight 嚟講會 fight 嘅。但你想啦，你家己掠條魚，你可能馬就係殺死，但冇得咗。對。แล้ว個唔是แล้ว個驚咧。對，你咪成日講做掉。一 threaten 佢because 一年無好 maintenance 啊 ，because 佢幫是雖然 wages 改啲啊，有改做工做嘢 accounts 嘛，然後佢 surgery 後嘢嘛，所以佢幫 wages 然後佢後時一站咗了 change bank account， 所以你未肯 transfer anything。冇類啊，一年啊，舊年死嘅佢，所以我Australia有真係好嘅government，冇類以後路嘅嘛。你大人本債嘛，即係嘢。But because it's categorized in high income bracket, so in the house no subsidized nothing， 所以就你唔揾你啊。咁啊，你下就成日驚係事係攞嚟 bonus 咯。成日喺度後生啲殺錢，就冇幾時嚟喺度過錢 ，that's all。你咁樣 subsidized， so 我介意傾佢，because 攞呢部係講話，嗱紅香冇呢啲啊。Because 你擺800 塊 before tax， 本是路易嘛，你講對唔對？你講攞呢部講話，特別攞 sales 大上自己出過。對。OK。I mean sorry， 第個。So in that sense that 如果你會話佢話會咯，就係你去個裏邊要出去，我求下邊出去咯。Even holiday 我坐機拿出去嚟講 ，all on my own expense。So it's okay because 我感覺講，你拿多錢拿快嘛，咁啊，即幾年 try 去 holiday，you can have the 你講bonding time。我揾多就揾 because 你講一句，你講 yes 我講 no， 然後 kids are get confusing。然後一堆嚟個堆房間咧，because 咪看到堆行嘛。一堆老家看戲拍game。我對房間嘅時，會做咩看戲啊？佢做咩？嗰時當時唔是知道，喂後生就我驚我講，媽咪係 so lazy， how can categorize this 半段 ？Sorry， 然後你講所以大家就對下房間嘅時看戲，我講我係做咩咧 ？Because I love to cook， 但係一段出嚟講，我咪會煮啊，阿朋友嚟講，煮啊佢見做梗係吵呢，所以有處講啦，冇處講家己嘅，依但。小弟講 sabotage in front of the kids， 小弟講都冇可能㗎，拍多隻，所以我甲囡仔 explain， 我講 Angela 叫佢lazy， 你講看戲咧，你冇關我啦，我講唔是冇關你，我俾教你讀冊，你講 you are the stupid lady， you cannot teach me，so no matter how 我講我係叫你，你講我 stupid，I can always even go to get any job，I can get a job easily，how can be categorized？Stupid， 意思你後尾啲計囡仔講你可能？對，所以這是真啊毒嘅針咧。very very bad for。第個到底是 before 係咪事發生有安尼款嘅 relationship 嘅？是即係 prenuptial 嘅時開start起嗰時，對有前提嘅嘛？為頭波是愛面嘴愛關嘅，愛聽伊。即係查某咧，嗰時本是特嘢人都會俾我。OK， 明白。對，我特別是愛 fight。你第企起來嚇。我 stand for the right。所以間第個嘅暗示希望伊無怪怪點點嘅出聲嚇呐。大男人主義。So it's all is 特別有前因後果。有cause and reason， everything is two hand clap， 但本未怪你打波 ，because 離過婚。伊離過婚本嚟，所以伊本看到嗰身邊嘅人安裝，所以 in the middle because 伊安啲買咩物件對嚟甲伊安，本愛伊安講嘅，你愛 claim 嘅你掠 receipt 嚟我甲下路，那就有時買物件人是 cash purpose 是買下路嘅事。你看到嘅物件講你冇 receipt 冇下路嘅。但係怎麼就是成個英國中，你看到伊講就是累咗，怎麼能講？伊講嘅是英國中講嘅嚇，累做咗隻頭殼，成個累 cause a lot of trouble。當今成個講啦，咱講衰啦，愛離婚，當今我係咩物件？我講話，我買愛哦。
那 toss 来 hello， 阿妹不是去呀。我講你夾夾個，你夾夾去笑。阿 John 呢，look阿仔嘛就。你話仔勤講咯，阿仔 please。So I'm just going to say that chemistry. It had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right person, and right timing. 我被講，我被每到對人即就是我被教喺你地步，無安尼離婚嘅迄個事啦。同埋我是每人就是講，咱有成日講少少嘅物件，少咩事假如啊，阮成日講要離婚啊。這是都掉你事的事。嚇？我起行嘅事。前幾個 friend 咁就 complain 嚇，所以按咗我特家個個 friend 講。我講 no matter what 啦 ，once in a while to get out from the house。然後舊啲朋友人查我特別有講話，你講如果講話，你哋自己嘅啦講冇啥物件，你講講，why actually 冇講正字啊，冇講正強講啦，冇人比人較慘，人比死人。嚇，對，明白。所以你哋聽人別人強講嘅，你家就講你係。OK，當今我每人啦，當成家嘅紅包加路嘅事啦。有一項假如就說 example 假如關係係咩物件？假如，為了驚，毛毛菇咧，為了鳥啊！我為咗 salesman 加是 promoter。食錯咯！講下食錯啊！唔是食錯，咱去買物件，咱去看一項物件。OK， like today 我去看車，然後你再 promote 你 salesman 就是講價又好嘅嚇，嚇了嚇，係啊咯，唔好寫咯，呢度上線依家了咯，แล้ว我講嘅物件，咁了就唔是了嘅咯，嚇，咁了係錯嘅咯，嚇 salesman 就是 number one 嘅咯，嚇，即係哇，咁都講，你賣車嘛，都唔是賣車。把拎帶出路嘅話 ，OK。OK。對。那早一晚我國家突然是講車，佢買一件膜本會價咯，去 market 嚇。你知哦，你知係咩事哦？這是個 way of how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價錢嘛？唔是，你真過分誒！依個無橋我係使啊！你知係咩？我係安啲。我都買潮聲，都同我講了聲。我買。我去 market 去巴薩咯，然後拄到一個安迪一啲賣膜，然後呢度迄個膜是怪 advance 啦，會轉免用手轉嘅啦。然後出來是我扣嘅嘛，我用嘅膜 ，OK， 所以我冇講我愛膜，你就寄報紙就寄去安迪嘅，安迪就咩 promote 啦。然後呢度轉頭過來，我問我一句話。你愛無？然後我就講我買嘅嘛，對，我講我就無需要咧。哇！伊安迪一頭來罵我喎，我就招伊買，我就唔是招你買，你做咩事你講買？安怎你使講買？講你第用嘅啊？嚇！你唔是我無出，只是我無講一句個，你我邊啊聽寫話，伊度哇！我甲你講，我苦海啊！我甲你講，伊就是講。安迪講了對啊，安迪講一個膜正好，你應該買啊。哇！恁爸我同你講變面了，安迪佢聽咩哦。我直頭甲安迪講，安迪厝是我摸嘅，錢是我出嘅，我會使講買哦。安迪就點？無，安迪看條小嘅啦，你小嘅。伊知講有數了，來啊，回來了。結果夫自己去巴薩，係咪物件我無買，一頭對厝。我知，伊唔是掉地嘅，伊而家唔知，伊成日 oblivious 咗。唔是一擺啊 ，John， 一擺，但大擺拄到 salesman 買，去 popular 買，請阮我同你講。去 bubble shop 假頭膜本我同你講。佢哋我覺得係 plastic surgeon 嘅老闆啊嘛，啲咯，我部門係你針好啊，咁樣針冇點好。係啦，嘢小拍。你這是阿咪以前真正天真啊，等於真正用聽人講嘅數。多到見啊。嗰唔是喎，為人俾唔加 distress 嘅喎。啊對，有人款嘅人嘅喎 ，because
伊買伊歡喜，伊無買無歡喜。即係我知啦 ，shopping therapy。啊，講到這個國家 DL，我俾佢買一粒Bluetooth speaker，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ไอ้ว่าอย่างมา because ว่าอย่างใน hearing นี่แกว่าก็จ้องอย่างแล้วเบส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พี่กว่าก็จะดูทำยังดูเบสนี่แกแล้วว่าบัวทำเบสว่า心理不平衡哇鸡搏你ไม่ค่อยได้ว่าไอ้ก้อนว่า基本下呢度硬硬佢俾自己 pen drive Can't try to get attention 啊，你會定the other way try to get attention from you 你會sayang lu 㗎 OK 啦 base 咧嗱俾淡薄物件下lu 啊 so 有的人講話有意思但人 actually 有時心講出嘴講出來話個心想嘅個就是冇想 especially 查某但寶寶是想嘅 because 你無你講嚟講 I can't get attention 誒好屌車屌過好屌安怎？伊都無聲，等陣不要緊啊。伊無聲，特別伊個無靠叫，但means伊個咩？maybe 伊困起，伊麥冚掉，還是唔知啦。伊無聲，我冇聽你講話掉。別人咧，我未聽講講別人笑咩？是乜笑咩？關係係咪咪嘅？我甲我 ex 啊，有幾多斤？我伫Korea嘛，แล้ว過來我學飛機票出飛機票係過來佚佗咯。到馬來西亞？是到馬來西亞啲，本州是啲8月是本州嘅舊年8月。舊年嚇。然後早一幫時我因為伊唔捌出過國嘛，然後嘛我咪出飛機票可以過來佚佗咯。before 本州嘅時，還是本州過一個出旅係嚟佚佗。before 本州嘅時。阿 John。佢嗰個出嚟，我唔知會聽清楚。แล้วอันนั้น generous แล้ว係你海過嚟แล้ว因為正我厝是只細間嘛，我哋都要睡點嘅一個所在可以大嘛，我冇可能白嘛。แล้วมา睡一個 hotel 啊你 motel 可以咯。離我厝啊個有15分鐘啦，可能行落去啊個15分鐘啦。แล้ว我咪講啊？你出旅水可以？咁แล้ว旅是我出嚟，咁แล้ว旅是我出嚟，回來邊間，咁แล้ว expenses 是我出嚟。哈。依家都未卡。แล้ว我咪講，因為我自己是我咪因為過嚟一禮拜呢嘛，แล้ว咪要出去咪要出去佚佗咯，แล้ว有一個所在叫做南山咧玉山 building， 就是講一個第一關嘅 building 嚟，啲Korea一個關嘅 building 嚟，真出名有 aquarium 啊，有wax museum 啊，可能。แล้ว我去到時都好似內行啲修理了都係哦。我冇睇看啊。แล้ว即修理了又見啦，แล้ว因為最多隻 building 有一個係你睇看風景嘅嘛，樓頂睇風景嘅嘛。observation。แล้ว樓頂睇風景嘅，แล้ว一人是40塊啦，一人起是40塊。แล้ว我咪講，哎呀，見唔嚟啦。基本嚟咯，就嘛去看啫咯，對唔對？แล้ว去แล้ว我咪考慮咯，我考慮嘅啫，我考慮咯。แล้ว你講哇，安尼貴啊？喂，你講伊會使買係咪 cosmetic 嘅 cosmetic 係 cosmetic 咯，係咪 cosmetic？你搞到聲嘛？是啊，嗬。別笑得。Maybe 聽說係哦，because Korea 嘅出名 cosmetic， 個快啲 cosmetic。對啊，其實我哋講，我唔是講無害買咯，我唔是講無害買啫，我咪是講我出去係看風景啫，我一背係是要出去買啫。奇怪喎，แล้ว出去看了，真正無係比落來啫，真正無係比落來。แล้วมาโอเค咯，我咪要坐到去 shopping 咯，唔是講未去看 cosmetic 嘛，我坐到去看 cosmetic 啊，嗬。所以你人買去 discount，แล้ว伊今日你真貴嘛？伊今日你價錢貴，嗰隻市對係你鬥位數。
了係480塊㗎，冇趁咩咧？搭波第件嚟翻嚟，我定到係數起嚟講嘅。我咯，貴但伊本地是好咧，就伊心情好會好嘢就我採去買唔見，買 cosmetic 是好嘅就，然後因為迄個 cosmetic 物啊，是40塊嘅數個，我再調啲係40塊，我再壓出來。你話打咩物件40塊，40字嘅我覺得真係你諗波，我39塊㗎。如果應該俾便合意，然後一塊 cosmetic 歡喜，一起係並不歡喜，明白 ？reverse cycle。แล้วเองก็就是講我唔制意嗌มี cosmetic 嘛，唔係依款嘛 Innisfree 啊，มี啊 Natural Republic 啊，大啲 food face mask 啊，本地冇想嘅。because แล้ว冇關係，我都唔知我用咩票。特別打波已經我就坐到去打波冇變白我個水喺度去見啦。That's why it's always different thinking。打波就我完全項目其實冇相關。我是只坎坷嘅，你只想佢講我特別我係咪用 dictionary， 我 research 嘅 Google 都寫個人。Human problem。你講哦 ，it's communication error。你講你安怎？你記錄佢安怎？แล้ว嗰陣時看 shopping 嗰陣，แล้ว我咪講做我朋友講買食物件嘛，แล้ว我咪出去食物件，如果 shopping 我未了喎。แล้วรู้ว่าไม่รู้ฮัตตีสิรู้กำกับรู้ราคาแบบนี้เลยนี่จริง我是唔是是錢啊？按照講，半啊未？一半，因為我早起時我就計講嘅，阿妹俾靠我朋友去食物件咧。我出去看下咧，到我了，我當時要去 aquarium 咧，就去買物件，แล้ว只係出看，拄我朋友ไป食物件嘛，แล้ว我朋友請咗。哦。แล้ว真正突然咯，แล้ว真正突然，แล้ว個嘢咧 cosmetic 嗰時40塊啊，แล้ว個再突然咯，對教係咧，我食物件貴啊，時候食物件我拄我朋友咯。我朋友解講我明明即個我 cosmetic 物件，แล้ว伊個400個 Angelababy 嘛，แล้ว我朋友就講 Angelababy 是我家己本身是做 plastic surgeon 嘅，我知講 Angelababy 有做過面嘅嘛，แล้ว我朋友就講我朋友是做目睭嘅，比如有做淡薄目睭嘅 cosmetic 啦，แล้ว有人就講 Angelababy 是有做過迄個。做 cosmetic 嘅，我俾唔係解講我咪，我唔知就是 Angelababy。你對我對輸了呢？就是 Angelababy。你 search Angelababy 有啊？哦 ，OK，Angelababy。แล้ว嗰陣時，我咪出去嘛，對啊，伊嗰陣 start 啦，伊回嗰陣 start 啦，你講嘢係咧，講嘢，冇唔係講嘢，世界係咧偶像啊。講嘅世界伊 MI 嘅人啊，講做 cosmetic 啊咩啊，แล้วอีกตัว係只是係叫係個 kilo คุณจะ啊冇啊冇 cosmetic 啊咩啊，นะครับนะแล้วกูจะผูกไว้อะแล้วผูกไว้กูจะ小ที่แต่มาอะไร未耍。你出去食領豆，伊是北來做哦。就食落鋪位，食落鋪位。伊是係咪小女是都在較淺嘅事？伊無可能嗰時為啊係一條樹發人嘅故事，特別有可能會咯，maybe 特別貴啊就耍到，有可能是係一日嘅事都心情無好咧，佢可能40塊搶來月經啊！冇，伊還是月經是貴未夠嘅，真係貴，我差成錢。你知道伊 original cost 係咩哦？就是 original cost 就是講係咧40塊嘅數。哦，有一度半超。你冇，未半超喎，這是頭升嘅，頭升啊，我想半超嘅事。哦，這是免講。
Part one เนี่ย part 0.1 version แล้วจะไป講แล้ว嗰一時咧往มาคีอะไร叫咩Winter Sonata 嗰個 Winter Sonata 係所在咯，上隻 trip 係 Lavender 這是上隻 Winter Sonata 是上隻 trip，另外唔是上次啦，另外次啦，幾次啦，แล้วก็ได้ขี่มันก็ขี่อะไรนี่แล้วตัว40จับมีเกียร์วันจับมีเกียร์อะไรจับมีเกียร์มาแล้วตัวอะไรสดใสอะไรเองก็บ่มีเกียร์ใช่อ่ะเป็นกันแล้วสิ燒烤嗰啲就กันแล้วgrill มีเกียร์ grill ป่า grill มีแล้วตัวขี่อะไรเตรียม柴ก็ได้จับโดน哎呦，呛的！一個就係賠佢，一個就係時候你一個就係賠佢。赤辣，我咁你同就去啊咁啊！哇！所以是，我是平無明白，無可能講跟他為咗40塊了累積定面，伊個鋪個當叫咩嘛？伊個百行物件。冇。因為伊是講，因為佢哋40塊係俾 cosmetic，伊是有做淡薄，佢哋 Facebook 嘅佢哋 sales 嘛 ，Facebook 嘅啲 promotion 嘅 sales。然後伊講伊是40塊一攤對錢啊，一攤啊個一攤即係40塊話，一攤20塊，反正就按佢哋意思。然後我講都嗌20塊嘛，學到20塊咯。嗰個死，嗰個就係賠佢。哦，你有影是啲 grill 咪都要咯。冇，即是而家搭薄跌啦啫，即係搭薄跌啊！你幾歲嚟嘅？伊是個入1歲，我是87年。我才87歲啊！我才87歲，所以以前差咗幾歲？有8-9歲啦。對啊，你少年就更年期啊！對啦，40卡，五年安尼食咧大。attention，但你冇兩條 point，所以氣笑。你 OK 啦，學查某講話啦，查某你告訴 pause 掉先，你講，若是講根據觀點，若是 analyse，你講伊安怎伊個做互伊洗掉伊40塊嘅陰影咧？我感覺伊可能係是 care 個 understanding。我其實我 point 是女嚟嘅咩？我嚟嘅時都同你講，我面 list I keep 到咯。哦，你有每個伊哦，你每個伊你要去看咩物件，那個出去，還是講我等出？你講你計做事，你計 website 俾嘛？你唔會先，哦，你我咩物件 I base before，咱 keep 個位。That may be the point。嗱，看，你講咧，你嘅 rebuttal，你嘅 point ，Cookie，老君。我本時成日講。成出去看啲嗰啲所在咯，แล้ว佢係就出去買物件咯，對嘛？特別你冇每個醫生嚇，你知道？每個嘢好講好時講，我諗佢白成去一啲 aquarium，แล้ว尋下啲 wax，แล้ว去買物件，都好嘅時間呢。特別你是每個當今日我做呢，做 OK 哦，還是你咪講你要做咩物件？還是你學？我唔是每係做咩嘢嘅時候，咱係 today 嘅 plan 是係咩咩啦，係咩咩啦。แล้ว我咪講 OK 哦 ，OK แล้ว我坐到去買物件，係咪是做咱去買物件แล้ว對嚟個我邊ไป食物件嚇。你講 OK？你講 OK 嗎 ？OK。แล้ว出去時個錢係邊嘅？แล้ว去到咧是去到伊 start 會是係到嘅40塊，去到咧到。哦，起個喺你鬥啊，因為起個喺你鬥咧，個另外一個係你個另外一個數是講喺你鬥啊，係邊有成日講有倒壞嘛，有壓嘅嘛，你頭頂有壓嘅嘛，然後伊壓唔係往冇可能翕聲嘅。哦，伊壓未使翕聲，伊壓本來是係了，後來做伊要翕聲字啊，又係你人唔係可以翕聲。哦，你 maybe 你嚟出翕聲地。
唔可能。啊，是我是咁唔使講夠尾叮當啦。夠啲。40塊，要入嚟翹個安尼等做咩？哦，人家講嗬，個背間咧會 from Malaysia 去 Korea 嗬。air tickets accommodation cost more already. This big. 係咯。你白去看物件，你好了係你40塊，又唔是你出類。冇啦，你如果想到，因為是你了是你為咗你愛你歡喜嘅人出嘅類嘛，你應該特別 appreciate 咁。你去個安尼會，你知你要去倒落啊？你都唔知你要去倒落，你唔知係地方人帶你去行，個你唔使出類，你個個人吹數，你要個幾吹數一頭唔要緊，過後個這是最緊要啦！你開字是頭條字是空空思空，空空思空啊！我聽到安尼物件，你罵就頭殼都別啊！誒，你特別後尾，讓本手是因為 long distance 嘅數咧，還是一個點，你看無歡喜。40塊。意思就是講佢哋無歡喜啊，嗬，แล้ว揾個 distance 嘅數，啲兩行白合起來咯。哦，不好啦。係咯，本好啦。我家姐第幾檔了先？阿寶你不到英國看到佢哋40塊都走，邊頭走？冇邊啊？當今唔是40塊嘅數，當今是。伊袂接受物件，伊腦袂通，唔知哦。放袂起啦，放袂起。Different mindset。然後若是講安尼看啊，budget啊，個真正濟物件誒 ，because 伊毋是干那為了一項物件後頭啊，個20塊本是安尼。你真係哦，就講你上看真啊，亂拍拖幾年啦，係上看若是講你教應20年起來，伊要燒咗一項物件，所以白行你就開喙都爆炸啦，唔到。謝你啦。哦。啲紅毛個都是查某朋友呢，都是安尼看了，你要幾年落去安尼看，แล้วก็有時我對馬來西亞下次過一時我有 holiday 嘛，แล้ว對馬來西亞嘛，แล้ว嘛就好有講想解講去標準咯，本來有標準的嘛，對。講去怪之標準去看海啊，แล้ว說去佚佗นั่น啊，แล้ว我嘛講我其實500塊學你去佚佗咯，我送你500塊去佚佗了，แล้ว去到準時啊嗬，แล้ว嘛上佚佗，แล้ว伊就佚佗係咧，一呢500塊一個分鐘就可以訂了咗，10分鐘就訂了，係咧冇係咧 jackpot 打火機啊，唔是打火機啊。係咧叫咩？roulette 啊，roulette。哦，你一粒呀，假呢？對。一斗但是20塊的，你訂落去40塊，然後一訂10呢就是200塊咧。然後你訂20粒，冇掉400塊冇了。然後我就借個點，我就阿家講，哎呀。這500塊是一頭無了。你一看到我看到我係你 feeling 啊。我一看到我邊啊，一直打不回啊。後面都是標準。標準。這準500塊啊。Casino 誒 cruise。OK。你嘛高緊高啫。我別打閒咯，我唔知為打閒。我別。你咁巴咯要。有人是問講打波本錢。你唔叫 unreasonable 好貴貴。小氣打波本有嘅就是。That's why 啲世界按照叫啱就叫唔啱，啲攞嚟都條啱嘅人㗎。對本。So right timing。平減少，平靠 good 到你。冇啦，有件事就會 willingness 咯，你就都會甘願，平甘願你甘願愛做係你個孤單，但是你
Tapi ni tak kau lu bertiang kau opposite attract sih mah. Mana ipe siang ni go 在掉。Majority is opposite attract 掉。But that's why it's divorce because of 你講嘅冇 complement。Chemistry is not right。你使冇想，特別你冇想嘅物件，你冇想嘅是邊件？你愛想嘅就必須講 agree to compromise。蘑菇，我走條命了。這是I am my 數卡會 cause big problem。你特別會幫會亂，你就是我成特別我講嘅是，你冇講特人是100%完美啦 ，perfect 一下。對。就到最後個字，因為你唔是講唯一 perfect，因為你個愛計咗隻，即係人是你愛計咗隻人，愛個三拜你咁慣，但係就 certain things。no， 人是一個 team 啦 ，actually， 所以真係人。人感覺講哦，我嗰陣時你我唔好啊，人哋款，所以人不明白講，唔係你講嘅一定是空點個嘅空點個 become one， so it's a team。你上開這種啊，嗱你前面最位啊，你冇白叫，冇白 balance 嚟講，一種係啲點嘅嘛，都真正人是你是看到兩人嘅 move at the same pace，要會 willing to 做相物件。嗱，講到愛有意思做相物件，你個會有等。嗱，是講你一人行一步，迄個人行半步，你上久嘅時候，你 distance 就講會曉。Tapi it's about compromise 啦，未講兩人愛做相物件。就是講我行路，你看我翁嚟講啊，我行路真快，伊行路普通嘅 speed 啊。我行路真快，所以我特擺我行路做隻嘅時候，我特別行慢隻。你我有時未記，就我 automatic 我 speed 就行較快。然後我想到我就 slow down 咯 ，slow down 可以 catch up 下，然後我行，未記未會時我行較快啫噃。啊，是有當時我行快，我行快唔是講我是人物，我行快是伊有當時行較快來對我，所以你有當時我知講伊有條啲做嘅款，我就特別會記講較停落來，伊知講我係停落來，伊就往時行較快，兩人冇出上就混辣啦。對，各位講一句嘅，這種又是查某，無關賺錢賺少，但係愛去做㗎，錢啊 ，independence 對唔對？對。income. Well, no, tanji tanji won't hold, but because you get out from the house is different thing already. Different 世界你看無相啦，講無相話，你不知點處啦。對，看就大行數，我是數嚟。我講有錯。對，冇錯。對。但是 narrow 掉你買了，你都係對點處，你跟佢處啊，幾下叫處啊，可能自己。你冇講是個事。對，你 scope 冇夠大嘛？你覺得你貴嘅世界係你出來嘅嘛？對，你去睇你無關這招嚟講，你 at least contribute 你特別買菜，人背講啊，我本數買菜，但幫我先生咩啊？你佢自己傳出嚟，你咁佢講冇用啊。本時有嘢，我係看袂起你本那時安尼講。對咯，那是你吹到臭硬啦，伊就是看袂起咯，就是嗰兩物件。哇，你我冇慘。查甫應該講 ，actually，仲有應該叫查甫講，阿咪伊無歡喜查某，阿咪唔驚。但查某佢無歡喜查甫，阿咪唔驚。但我無事㗎，查某 independent 嘅本嘢。嗱是講，有本，有嘅查甫哈，伊袂係你查某 submissive， 袂使。有啊，袂得閒呢 ，sorry。袂使，唔是講 submissive 方面，袂使講啊。像袂使看別個答波，別個別個答波講話。是安尼，伊上個伊無事甲你像啥物啊？像explosion， 係無家己小自由，上個講 independent freedom 啊。係啦，伊唔係你講啊，上個我無你安尼，伊答波試款，係咪答波試款就是你安怎會在條做本啊？你就係假死就係講我無在條做，你就係做係啦。咱路會曉點樣？會曉路特別曉，咁嘛，以前那歪啊。伊because 你可以笑啫，你可以笑啫。咱路可以多條嘛？什麼同佢topic，你都講講啊。像講數誒，你可以笑啫。都冇想歪嘅。大行會曉，伊你個大行會做，你無你伊 feel 只 sideline 嘅啊，大波。特別 sorry 我講事實嘅物件嚟。嚇。減是 OK 嘅，你看你物件，唔是講大條數，但是講 to the point 係，就伊
咪你做你冇做工是因為伊被 control 你咧，係你就冇好。你就時常講背後你硬削啫嚇。OK 啦，我知我嚟做，特別你可以做好你啦。伊即時做咩事做可以歡喜是講，伊為了你伊咁樣做，安尼肯定物件好你。甚至是因為伊人 ego 嘅事，伊 ego。但係你咁樣會曉做伊啥個，伊冇用冇落用，冇呢，特別 to the point of， 那是講伊答波係冇需要，係你伊在講伊在講伊 provide 嘅唔是安尼佢 basic 嘅物件係，伊都冇需要去到合併嘅為 stroke 嘅 ego 啊嘛，特別別啦，看可能是嘅，即是本。人關係啊，是人關係就係講哦，你特別往時，你可以變正咯，姑姑可以變爽正，咪是使 OK 嘛 ，like 嘛，無囉嗦咯嚇，會集我正係做集我別曉啊，你去俾好啊嚇，伊答波咁，會答波咁咪講你成日吵啲，咁你都別曉，會答波咁話，哎呀我用呢，我 can stand up already because 我 unuseful， 一直答波成咩款呢？所以喺談這類嚟講 ，proof 講有本事去談，上講數，你越談越濟啊！伊感覺我會學我嘅 family， 學我嘅 girlfriend the best material， 會大部分嘅款想。But in the other way 就我唔係嘅款想，我愛談都別好 ，because 我愛 contribute 談嘅談類。So it's。A lot of things can be arguable. So a little bit balance, a little bit balance. They come to midpoint and discuss what you want. The big picture is so important. 先能攞點整一差唔多。Rancor is assumed already in relationship. Yeah. For why? What the experience is before you start anything, you observe or say. OK， 先看一看先。我唔記得自己會唔記得舊應該我看掉。上個我 experience 就是我無 relationship 我 just 切掉 observe 想girls but let's go for dinner just for purpose or whatever 你切掉你看你 observe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you observe is when under pressure situation is look how this person handle the situation. 你坐喺雜波出嘅時候，你點喺度嗨看人真嘅。So through observation you observe 人嘅 behavior 係咪啊？Okay, if 我 date 你雜波 relationship 會啱或唔啱？先啦 ，dating 係個 point of dating 嘛，是個特別成日特媽跟住講嘅咧，有當時有啲物件。教應佢啊，依家慢慢出嚟，你看。That's why, it depends on 你嘅 power, 你嘅 observation skill 在好了咯。That is the。看你去冇人講。會變本嘅，你叫只 observe 嘅，一般會變嘅，because of course it 變 over time. That one is yes. 你 we can't do anything. Yes. That one 你未做半行 but yes. In through observation, you have a good intuition. You already idea what is going on. 你碰沙啦，即係咪碰沙？所以我古仔係我冇 relationship 嘅，我搞因為冇嘅時，我冇 committed relationship， just observe。你 study 得出嚟啊？差唔多了。出嚟你睇你斜大得未啊？Too much。Just too much information. Oliver, who can too much information? Why both I before 我做物件時，我想analyze 我明白。even 我買物件時，我冇講會買這個物件，但我這條我想大家冇 OK， 你 how frequent 你冇，咱攞看你用 OK。有蝦米 brand all these things 就切掉啦 discuss 呀 OK 都對佢有 value 啦教 value 蘑菇聽到蘑菇呢個方面嘅別睇邊嘅蘑菇冇啲啊蘑菇都有啲嗱對嗱蘑菇會使俾我冇買啲啦佢啲笑嚟聽這個白要緊嘅
Mamagu. discuss 嗰邊。Mamagu. 係咪嘅？嚇？喂，剝落係咪？唔應該冇。應該點冇講掉，應該點冇聽你講。你冇得個對嚟嘅。應該點？我冇聽到你講哦。Sorry，我真係腰啊，我去煮食。哦，我唔知有了。我俾小大本啦，差唔多6點鐘啊。所以我是講你有小妹加喺你家路加別人嘅事 ，partner 是小妹是有嘢咩嘅？好吧。我有一道呢小妹個真係亂嘅話，partner 是我去吹把你打波嘅事。你想講我去過去超加個一個打波啊？有影是淡薄啦，有影啦，我有啦，特別啦，後來點先伊度我人baru 過年呢，嗱參伊無個咧，伊唔知我是安怎看啊，阿咪參伊裝嘅人啊，我是嚇我本來伊就知啦，我是無俾走嘅伊嘅啦，我參嘅一人是我真係 loyal 嘅啦，特別我，哎呀。真係學習啦，我未解釋啊！人有上加，人有primary relationship， 人本是有 queer relationship 啊，所以人頭先嘅事，或者人講啊，會使本啊，特別人我頭先我成個啦7年嘅時，人是 close relationship 了，過後人個開起。呀，因為人都知是係咪事無，人來去美國嘅頭先嘅，但人來是，我小姐面嘅講啦，我咪講啦，特別人來美國時，人參加真係濟人，成個人嘅嚟款，一個 partner 少年了，佢一個較誤會嘅 ，Hi Bruce。Hi, they say hi. They saw peeps. He got me peeps. Thank you, baby. แล้ว去大啲一個 convention， 伊是一個 convention 嚟啦，所以真係濟人成個人嘅嚟款啦，gay relationship 了，一個少年一個真係有較誤會嘅啦。แล้ว人啲參嘅事啊，哇！一個少年人對伊啊，แล้ว伊參加伊是咧，伊個係變逼。即係 queer relationship 是安怎款？阿妹拄着係款嘅situation 嘅時，伊個未曉，伊未 imagine 是安怎款？伊未 imagine 伊唔捌經驗嘅款嘅情形，所以冇係伊 fit 咗伊未曉 imagine 你會做愛個一人，特別你真係愛一人呢。咁你是係咪來 marshmallows 嚟啊 ？marshmallows 係叫做美國叫做 peeps 啊，真正出名。peeps marshmallow 咧 coated with coloured sugar， 咧是隻鴨嚟，唔雞頸嚟。你望照我看啊。Oh, that's cute. Cute 啊？嚇？哎，做咩咗？啲啊，嗰料是藤嚟呢。藤個料就 sugar。John 啊 ，Yes， 寄望清嗰邊嚇寄望清嚟，我冇面條路，所以講，我頭先是聽英國啲人講，他物件嚇，我家己來了解本，就是啦，像咱特別食飯款啦，但是食飯食較鹹咗，但是你咪是要食什麼炒米粉啊，或是麵啊，或是物件。誒，到底嚟講，哎呦，咱做啲 topic 講 about open relationship。本，第三，夫妻只借俾只炒米粉，對咯，對，咱嗰陣嚟談嘅 ，especially baru世界嗰啲dating app a lot of fast food。Wow. That's what I read in the news. They say too much fast food, but because broader baru bosan liya, too much fast food, you can just get it immediately. 哇 ，John 聽到這 topic 我梗係冇信心呢。冇信心啊！或者
小小這是擼嘅，因為未走嘅，唔是擼嘅嚟講，馬仔個走咧。邊小小這是擼個是擼。對，我們時間嚟講笑嘅，大家嗱想會走嘅人係擼到。唔係走咯，唔是擼嘅，擼流已經冇用。擼北走未掉。OK， 今日各位睇。北掉一兩百未掉先。今次攞嚟教我哋講嘅大姐為咗令個關注大哥講關注關講大哥嘅故事，แล้วก็個六個咩冇嘅故事，40塊嘅故事。แล้วก็我唔好叫做40塊嘅故事啫。แล้วก็我哋特別嘅邊個咧加工啦，毛毛菇香水。แล้วก็จะผู้กิโลกุนเองก็เตียงคุณขี้แล้ว好聽，因為伊麥我冚起啊，無對對聽到只大聲，得嘛？แล้วก็violin มัน是คุณเหรอฮะ我頂มันคุณแล้ว有啲啊60特別未必คุณเหรอแล้วก็開車無講掉啊中山嘅คุณ八度 OK 接落去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下禮拜到底嚟收聽我哋嚟另外一個話題，幾個話題，禮拜幾個正驚，禮拜幾就是怎麼樣講起來啦，係錯，幾正呢？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是你是頭一道到底Astro 來人頭一道收聽到邊啲學嘅節目，因為就係講我哋講嘅物件咧是，哇！你會真正歹聽到，講安尼深個安尼knowledgeable and then it's also very realistic 對唔對？真正 Yes。伊唔是成個講 package， 唔是 Korean movie， 唔是 Korean drama，it's real life。這是正實，咱係成話講嘅物件。希望咱會支持嚟聽啦，若是講人要新招嚟講，無論聽人看到我這個 show 是第600嘛，600幾600所以咧，咱要聽個了，直接聽一出，後尾差唔多2年嘅聽了。咱慢慢小下掉，特日聽我小時特禮拜。感謝各位聽眾收聽 Alip 多大粒頭加燒酒，刺激莫清，燒酒。拜拜。拜拜。拜拜。喲。John 啊，你就好似講拍住，講是啲拍住啊 ，instead of。嚇，你咪做拍住啊？減落淡薄。咪做拍住啊？冇講。唔得啊，5點了。我咪講哦，我有人6點了。你先冇講到，我有人講，即係冇講到咁啊！即我咪講 open relationship 啊，然後講啊。會使。我別。你別。5點咪被困咧，5點6點啊你。What about 5點？我係差唔多，我特別我被食頭先。你被食？冇話擺啦 ，because 我被食啊。OK，白刀。我小姑本啊，我放啦，我紅啊，家己一人，無好。OK，你靠我去參加伊。一個杯你好啊？八節我被你搣喂，我愛。長都冇見啊！冇見。而家 hot 咯。我愛本。啊！排隊買單。40塊啊！甚至，沒事。哎呦！未記看 YouTube，那啲節目YouTube 咧，係定一禮拜我哋咯 subscribe 咧，就係節目頂面咧。然後是一啲你會訂俾 T-shirt 咧個穿南波，有咧 T-shirt 不了，有咧 T-shirt 個穿佢那條呢。Okay，bye。